大家好，又係我哋越講越好啦。咁今年咧2025年啊嘛，咁我揾咗一啲咧非常之吸引大家嘅嘉賓咧上嚟咧，我哋呢個節目嘅。請到咧，大家望一望眼前一亮嘅 Ray。咁可能咧，大家喺電視上面咧，過去幾一年咧喺電視上邊啦，有 ViuTV 啦，有 T 字頭嗰個電視台啦，咁亦都有一啲嘅網上嘅節目咧，都曾經見過 Ray 嘅咯喎。咁阿 Ray 同大家介紹下自己啊！我知道咧，你係一間健身中心嘅前嘅創辦人啊。咁同大家介紹下你自己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Ray， 我姓張嘅。咁我係本身我專業咧就係健身教練。咁我知道你做咗健身教練好耐嘅喎，幾耐喎？都有15年嘅時間。15年啊！你做健身教練嗱，我識咗你就冇15年啦，都一段日子嘅啦。咁我知道你少少嘢嘅，咁我記得咧，你未做健身教練之前咧係做文職嘅喎，同埋咧嗰陣時個樣咧係好奀瘦嘅喎，係嘛？冇錯。同而家你計唔計而家降大過幾重咗？依家保持喺78至80公斤度咯。咁未做健身教練之前咧50零公斤咯，120磅都係。120磅？係啊。到而家大家如果我近鏡頭都睇到佢有幾大隻㗎。咁講下點解呢個咁大嘅轉變咧？由一個文職好似做銀行咯，由文職做銀行，毅然咧就去自己訓練自己去做健身教練，中間有啲咩嘢嘅起承轉合啊，或者遇到啲咩事情令到激發你去做呢件事咧？咁就一匹布咁長嘅，因為由我細個開始講嘅。因為咧點解我會接觸健身咧？就係因為我本身以前讀書嘅時候咧，讀中學嘅時候咧，咁我同讀書嘅同學啦，咁又幫我改個花名。咁我嗰個花名咧，再難聽啲嘅，咁叫做阿柴啊。阿柴啊，即係好瘦啦，瘦骨如柴。同埋又高啊嘛我。係啊，咁所以咧我唔係好中意呢個花名嘅。咁然之後我出咗嚟做嘢啦，咁我就去咗一啲健身中心嗰度咧，就去慢慢去改變自己啦。即係透過去健身去改變自己嘅體型啦，從而增加自己嘅自信心。阿 Ray 好好啊，佢將佢一啲好珍藏嘅相片咧都俾咗我哋，咁稍後咧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咧，佢之前同埋之後係咩樣㗎啦。咁自己玩健身啦，咁點解會直頭做埋健身教練咧？係因為咧我大概19歲嘅時候啦，咁去開始做 gym 啦。然之後我大概做咗6、7年時間，咁跟住之後咧，我想再學多啲嘢啦。咁我大概就喺06年咧，就考我第一個嘅健身教練嘅牌啦。咁喺09年我再讀多個嘅。咁然之後我讀完之後咧，即係身邊有啲朋友就知道我有教練牌啦。跟住佢話：喂，阿 Ray， 不如你可唔可以教我做 gym 啊？咁就係咁樣開始咗我即係健身教練嘅生涯。係咪身邊人都見到你個好大嘅轉變？係啊，因為頭先講啦，我得120磅嘛，咁跟住慢慢我過咗即係幾個月啦，個體型已經開始改變，見到我肥咗，個樣精神咗，因為以前咧塊面係好凹嘅，好黏實佢，係啊，即係瘦到連個脊柱都肉眼都脊椎肉眼都睇到嘅，都見晒骨嗰隻，係啦，所以都好大骨嘅，咁所以有啲朋友就會話：你咁大嘅轉變咧？就揾我話，不如你幫我去健身啦咁樣咯，就咁樣慢慢一步一步，從一個 freelance 開始，因為嗰陣時仲喺銀行裏邊打工嘅，跟住就喺公餘時間裏邊就去做健身教練。咁係咩年度左右你直頭係轉全職啊？2015年。就轉全職做健身教練啦。冇錯。咁好啦，咁做健身教練做咁上下咧，因為我哋越講越好嘅嘉賓咧，大部分咧即係應該係全部都係創業者嚟嘅。咁乜嘢驅使你踏出一步咧打工？始終你都係唔需要租鋪啦，唔需要買儀器啦，係咪？唔使承擔風險啦。咁乜嘢驅使到你咧係直頭係自己去創業，自己搞一間健身中心出嚟咧？
其實一個機緣巧合底下點樣講咧？因為我嗰陣時係15年開始做教練啦，咁、我大概做咗4年到，去到19年嘅時候咧，咁我當其時都其實儲咗一定嘅客源啦，因為嗰陣時其實係即係都係生意最好啦嘅時候，係好多客人自己走入嚟講，我想揾教練啊，或者上栽會籍嘅。咁嗰陣時咧就喺19年嘅時候，我有個同事啦，咁樣問我，不如有冇興趣一齊私底下問啦，當然，咁就有冇興趣一齊夾份開一間公司啊？咁我係3個人嘅當時，咁嗰陣時就有諗一諗，不如試下做老闆啦。嗰陣時完全冇諗過做生意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喺呢個機會，不如做咯，係啦。咁有冇諗過困難啊？咁就咁簡單啊？咁但係要租金啦，要裝修啦，要買儀器啦，要付出啲錢啦，冇諗過困難㗎，淨係諗好嗰度啊？其實嗰陣時又冇諗咁多嘢，我本身我自己性格咧係好比較叫做單純啦，即係想做就去試咗先啦，唔好諗咁多啦。心海有個勇字。係啊，衝咗先，咁就係當其時就係問我個即係 partner 問我之後佢問我有冇興趣啊，都有嘅，不過要夾幾多錢啊？咁跟當其時我幫佢計咗數之後咧，咁我自己能力可以應付到，我就去做咯。就係憑住呢個傻勁啦，叫做咁啊，衝咗出嚟，就踏入咗做咗老闆。咁喺個過程之中咧，有冇遇到啲咩特別難忘嘅困難啊？絕對有啦，因為我個公司係2019年11月9號開張嘅。呢個日子冇幾多個月就疫情啦喎。咁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啦，就係因為 Covid 啦。就喺2020年嘅大概3月度啦，就出現 lockdown 啦。咁對於好多行業啦，包括我哋即係健身中心啦，都係一個好大嘅逆境嘅狀況嘅。因為尤其是我哋都係因為啱啱開始一開就閂啦，已經打逆境波，所以喺嗰個心態方面咧，咁就會好大影響。係啊。咁點面對啊？你哋當時？我自己應對方式咧，就因為本身我個人性格就會好正面嘅。咁我當其時咧，我就喺上堂嘅期間，我就即係睇到新聞啦。嗰陣時新聞就出咗3日之後就話要即係健身中心要閂啦。咁當其時我當日晚咧所做嘅嘢咧就係收咗工之後咧，就逐個客我打電話俾佢。係啦，咁我打電話俾佢就講啲咩咧？我都係講翻我自己嘅苦況啦，同埋我都希望我啲客人同我同行，佢感受到我嘅苦況啦，咁亦都希望佢支持我。咁我喺電話內容講啲咩咧？其實我都係嘗試去摸佢，去跟住我嘅方法去做嘅。因為我就當其時俾咗2個選擇佢啦，即係。咁我都因為我同佢咁講啦，我就話咁本身陳小姐你跟我做運動，你都係因為運動都係一個習慣啦，咁都希望你 keep 住呢個習慣，所以亦都希望你同時間支持我啦。咁所以咧都希望你有2個方法啦，就可以一來支持到我，二來咧就可以 keep 住呢個習慣。咁佢就叫我你講嚟聽下。咁第一咧我就會同佢講話咁喺呢個疫情期間，不如我可以上門嚟你屋企去教你做運動啦。咁另外第2個方案咧就係因為我公司樓下有個公園，戶外係啦，咁不如試下吸收下新鮮空氣啦。因為就嗰個時期，我喺網上都見到好多係喺戶外做運動嘅。係啊，咁我都係嘗試一個抱住一個試嘅心態啦，因為唔試就唔知得唔得啦。咁我就照樣問，咁跟住之後即係當然啦，都有好多客即係有拒絕我啦。咁但係我都有5個客肯應承我落去樓下公園去試下先咯。因為我覺得都係因為佢俾我熱情去感動咗咯。咁如果我當其時可能選擇 WhatsApp 佢，從一個冇溫度嘅方式去聯絡佢咧，我諗佢可能會拒絕咗我。但係我打電話俾佢咧，佢覺得聽到我把聲啦，唔好意思推我。俾我熱誠感動。真正嘅暖男啊！所以咧，即係其實我識咗 Ray 咧都一段日子，其實我自己心目中咧，佢真係一個暖男嚟，好好啊。多謝。咁你聽佢咁講，好
好似教緊做銷售嘅培訓咁啊，係嘛？好正面啦，打電話俾客戶咧，俾啲選擇佢啦，同埋咧就唔係，因為我哋疫情期間咧，其實身邊都好多朋友咧，或者係就算唔好講疫情啦，可能就算平時都有身邊朋友做生意啊，好有業啦，可能遇到困難啦，好多時佢打俾朋友或者打俾客戶咧，都係第一咧就係滲咗先，即係將啲叫做負能量係咁放晒出嚟。就可能咧即係講有幾慘啊，好辛苦啊咁樣。咁但我頭先聽你咁講，如果我係你客戶啊，你打電話俾我，我覺得都好舒服。即係可能就算我未必選擇去去公園去做運動，但係個心入邊咧都會好舒服啊！你真係我心目中嘅暖男啊！咁但係其實咧喺個過程之中咧，因為我識咗你一段日子啦，我自己咧知道咧上咗好多嘅電視節目嘅。包括喺 ViuTV 啦，或者係 TVB 嘅都市行程啦，一啲嘅節目入邊咧，佢係協助做一啲嘅嘉賓啊，或者係一啲選美啊，幫手去做一啲嘅節目嘅。咁其實我都曾經問過 Ray，而且喺你嘅學生入邊咧，好多係歌星啊藝人，我見過曾經選過香港小姐又有啦，好出名嘅歌星又有，大家搜尋下就知道㗎，有啲歌星咧都係你嘅學生嚟嘅。乜嘢係令到你咁好咁多人物，咁多呢啲出名嘅人去介紹你哋上電視啊？陣間有咁多歌星係你嘅學生。係，咁我講翻我上節目先啦，因為本身我都係點解會上到呢啲咁多嘅節目咧，都係首先好感恩啦。咁我係我教練學院入邊嘅公關，咁佢叫哥頓啦，藉住呢個機會都想多謝佢。咁佢好信任我啦，亦都好俾機會啦，我去做呢個節目嘅示範啦。咁亦都我覺得我呢啲嘅經驗一路累積，咁而且佢覺得我個人好有擔大啊，同埋好有承擔啊，咁所以佢冇錯，咁佢就可以佢會不停即係有呢啲比較重要啲嘅節目咧，佢都會揾我去幫手。呢個係其實我同阿 Ray 好朋友，其實佢頭先講嘅佢嘅特質咧，都係我好欣賞嘅，因為你係一個好有自律啦，又好勤力啦，亦都好負責任啦，同埋一個好識得為人着想、好窩心、好貼心嘅一個性格嚟嘅，所以咧就好多人好信任你嘅。同埋頭先咧，大家有留意咧，聽到阿 Ray 嘅一句説話就係話好感恩啊！呢個係我哋平時我哋做人做事咧，成日都要需要嘅具備嘅一個質素喺度嘅。做乜嘢都好，我哋都識得去感恩，去多謝身邊嘅人同埋事咧，啲好嘅嘢咧就會越嚟越多㗎啦，係嘛？咁人脈網絡好緊要啊！所謂咧識人好過識字啊，成日聽到呢句説話。咁再爆下呢啲嘢先啦！我最近咧又收到你嗰個信息幾個月前。話你咧就入咗一個節目，叫我去按 like 係咁按爆去支持你喎！大家知唔知呢個咩節目啊？野男 live 喺個電視做直播嘅，咁知道你入咗咧就 final 22強入面嘅喎，咁話呢個野男 live 我睇晒嘅咁多集都好刺激㗎，又推車胎啊，又咁樣哇，好熱情澎湃，仲係直播嚟嘅喎。咩？點解你突然間參加呢個節目嘅？其實咧有一段估嘅，因為參加呢個節目咧就有一日。就我係即係喺社交媒體裏邊咧收到個 inbox，咁個 inbox 就係即係佢自稱係呢個節目嘅製作組嘅成員啦，自稱係啦，咁跟住之後就哇，佢睇完我啲即係 IG 入邊嗰啲方法，覺得我好適合玩呢個節目，咁就邀請我去參加。咁但係當其時我會諗到啲咩咧？騙案係啦，因為太多啦，係啦。因為同埋我係，即係問你交幾多萬蚊嚟參加呢個節目係咪？係啦，我驚要高昂嘅報名費啦。咁因為之後我就要查證啦，咁當跟住之後知道呢個真係呢個節目係真嘅。哦。咁然之後我就咁我去參加咯，係啊，就係咁好順遂嘅。係啊。咁我見到每一集咧係真係直播喎。係啊，冇錯。哇！喺直播過程咧，其實成件事咧，你自己覺得有咩得着啊？首先我好開心啦，因為呢個節目我聽翻嚟咧，原來有大概超過120人嘅人士去報名去參加海選嘅，咁都好有幸入咗呢22人啦。咁然之後呢個節目其實係
係直播係玩啲咩咧？係類似韓國一個體能係啊，睇能嘅節目啦，類似推車花又寫大纜，有好多嘢嘅。即用一個另外嘅方式展現一個男性嘅魅力啦，係啦。咁呢個節目就可以即係如果作為我啦，可以挑戰到我自己啦。咁挑戰到，因為我之前其實都有上過啲節目啦，但係個模式係唔一樣嘅。以前嗰啲咧係錄影嘅，咁但係嗰個節目係直播啦。直播就係之前要準備嘅時間係會多好多，咁就要試位啊、練稿啊等等啦。咁亦都考驗到我一啲本身弱嘅地方，因為我本身對鏡頭唔係好敏感嘅。咁就即係當其時個廠係有幾部機啦，咁要考自己嘅對鏡頭嘅觸角度啊，要周圍望啊，同埋一啲反應咯，係啊，咁本身都係自己比較弱嘅地方，咁可以自己挑戰自己啦。除此之外咧，就係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好朋友，因為依家都我哋延續落去都有一啲計劃係搞緊嘅，係啊，放翻我哋自己工作方面。我喺呢個 Facebook 同 IG 度都有睇到有啲嘢做緊㗎。係啦，咁樣好正咯。但係我好好奇想問一個問題，可能咧觀眾都想問嘅，因為其實最後呢個節目咧，你唔係贏咗冠軍嘅，其實成個過程你對於比賽輸贏點睇？我自己覺得輸贏就當然輸係唔開心嘅，咁但係最重要咧，你係識得調整翻自己心態，就唔好一路沉落去咯。咁當我去到直播嗰一集，我自己嗰一日輸咗咧，當一刻心情當然唔開心啦。咁但係跟住之後隔一陣咧，就替其他入圍嘅兄弟咧戥佢哋高興啦。咁然之後，我覺得最重要咧，唔好同人比較。係要同自己比較，咁你每一日都會有進步㗎嘛，咁呢啲進步慢慢累積咧，就會變咗一個大嘅進步。咁你從頭去望翻嚟之後，你嘅自己咧，你會覺得你又成長咗喎，咁要加去翻自己今日所做嘅決定咯。非常好啊！呢一個，因為好多時我哋無論喺工作上啦，或者有啲可能甚至讀緊書嘅朋友啦，喺你個職業生涯上啦、商場上面啦，都經常都會面對輸贏呢個問題。咁好多時咧，我見到身邊朋友咧，有時可能見到挫敗嘅時候咧，真係要好耐沉淪好耐咧，先可以起翻身。咁希望呢一集咧，可以俾到大家觀眾呢一啲啟示，好似阿 Ray 咁自己創業，自己咧有一個奀手嘅一柴。變到今日咧，個個都欣賞佢大隻佬，又有自己嘅即係健身嘅事業啦，亦都參加一啲嘅比賽，唔介人點睇，仲要同自己比，咁咧去面對自己輸贏，最重要自己人生嘅過程嘅成長。哇！我覺得真係冇後悔請你上嚟，非常之正啊！咁喂嚟到呢度講下你自己個人故事啊，有冇啲細個啲秘密啊，或者啲故事啊，好動人或者好得意嘅嘢同大家分享下？嗰個故事咧，其實係我媽同翻我講，因為我呢個記憶係有啲模糊嘅。因為點解咁講？因為本身咧，我阿嫲啦，我嫲嫲已經過咗身㗎，咁但係咧，佢好錫我嘅。咁嗰陣時，我媽咪就同我講翻：你有件事發生咗，跟住你阿嫲係好反映到好錫我啦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話我細個嘅時候其實都幾好動嘅，好百厭啦。咁有一次咧，就係攞咗屋企嘅啲鞋啦，咁就放咗落個箱，咁就連鞋帶箱抌咗落街。點解？我都唔知，我嘅記憶係冇呢個片段嘅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媽咪就話翻俾我聽咧，當其時係有警察上嚟撳鐘嘅，係啦。咁跟住咧，佢就同我講翻個係阿嫲咧攬我啦，攬我係做咗啲咩舉動咧？咁就係佢同個警察講話係我抌落街嘅。係啦，咁跟住就喺呢件事俾我發現，即係俾我了解到，即係我阿嫲有對我嘅愛有幾深咯。親人嘅愛好緊要啊！哇，睇唔出我細路咁曳啊！我都唔知。OK，咁即係首先就你非常之幸運啦，有咁好嘅親人啦。咁我諗大家身邊咧都唔好忽略你愛你嘅人啦。可能咧你身邊嘅親人咧好多時都好愛你，不過冇出現啲咁騎呢嘅事嘅時候，你未知道佢咁愛你嘅啫。咁但係都唔
唔需要出現呢啲咁嘅事啦嚇。咁啊最重要珍惜自己身邊愛你嘅親人啦咁。好啦，咁不如咁啦，你用一本書、一套電影或者一首歌嚟形容下你自己人生行到呢一條你嘅人生之路，你會揀邊樣嘢咧？咁我曾經睇過一本書啦，咁對我嘅印象比較深。咁呢本書叫《秘密》啦，係啦。咁可能好多人都有睇過。咁嗰本書其實講吸引力法則嘅，係啦。咁我亦都好相信呢樣嘢，係啦。咁所以都可以介紹，即係如果鏡頭後邊嘅觀眾朋友你冇睇嘅，我建議你可以去買本書翻嚟睇下啦。咁可能對你嘅心態都會有一個衝擊嘅。咁入邊會講翻吸引力法則。咁心態好嘅話咧，或者正能量啦，咁會吸引一啲好人同好事，同埋你嘅貴人會慢慢累積翻嚟。就好似你咁啊，咁多人嘅網絡，其實每一步咧都好似咧有好多人 hold 住去介紹啊，去指引你啊、引領啊，你去一步咁行，全靠人民網絡。咁我相信 Ray 係本身自己都係有咁嘅底子啦，對人好好啦，有信任啦，先至會有即係咁多人去幫你啦。咁一個好正能量嘅陽光男啊，咁啊，所以一定唔係一條柴咯，冇人再叫你話柴㗎啦，應該係嘛？係。好啦，最後咧，可唔可以同觀眾有咩説話可以鼓勵下觀眾？係，咁我都係啊。咁頭先講正能量啦，所以希望各位觀眾咧都係最重要，失敗唔緊要，跟住失敗之後要調整翻心態啦，保持翻正能量，一步一步去行出你嘅人生。OK，咁多謝你啊，今日。好，多謝你邀請。咁啊，大家記得咧睇咗呢一個集之後咧，再去阿 Ray 自己嘅 IG 同埋 Facebook 咧，再睇下佢精彩嘅個人人生嘅片段啦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次見。拜拜。